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8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9篇第1节到12节，箴言24章第1節到12節，以弗所書第4章17節到24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更新。真侪基督徒就爱甲别人讲，教会内底袂当讲政治。或者是批评人讲哦，你伤闲啊，阁有较重要的代志，好咱亲像咧讲，家己比别人阁较清白，阁较属灵。但是牧师想要讲的是，如果你真正会当做甲无讲政治，莫去投票，那安尼的话，你所讲的，我才会去相信你是真心的啦吼。若无认为。牧师认为讲，这种的人只不过是一种包装的意识形态，不准别人讲，但是伊家己会当讲。这种的性命其实是无改变的。所罗门的智慧之言，箴言24章第1节到12节，安尼甲咱提醒：毋通嫌善歹人，嘛毋通爱甲因作对，因为因的心计划强暴的代志。因的嘴讲论害人的事，厝靠智慧去做，用聪明建立。有知识的人的房间充满各项的宝贝甲贵重的财物。有智慧的人有大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家天开力。要交战就要有好的策略，参谋坐驾会得胜。智慧高深，戆人袂了解。伫公共集会中间，伊无话通讲。计谋最歹的人会互人叫做阴谋家。戆人的计谋拢是罪恶。藐视的人，人人厌恶。伫患难的日，失胆，气力就减少。人受拖到死地，就甲伊解救。人得要受害，毋通无救伊。你若讲即个代志，我毋知，监察人的心的上帝减袂审判，保全你性命的减会毋知，你减袂照逐人，伊减会照逐人所做来报应吗？咱是智慧的人吗？是毋是用上帝做咱性命的标准呢？或者是讲，咱虽然领受到基督信仰的救恩，却活伫过去呢？保罗写予初代教会基督徒的批信的中间，常常提醒性命着爱更新，毋通阁活伫过去旧人的样式。着爱有基督的样式，有上帝的性命，若无就甲上帝所赏赐的性命来隔绝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，保罗安尼提到：所以我奉主的名考劝恁，毋通继续亲像外邦人安尼生活，因为无知甲疑心，心思黑暗，直到思想空洞。甲上帝所赏赐的活命来隔断，因失去念体的心，进前来放纵做逐项误会的代志，恁并毋是安尼学习基督。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，有对伊学习，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。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。褪去旧的人，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得败坏。恁的心思意念就完全爱换新，就是穿着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新人，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来表现出来。基督徒必须爱穿新的我。这新的我就是基督的生命，是照着上帝的形象，是真理的、正义的、圣洁的。
望咱会当活出迄种保罗的教导，讲担活地无搁再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得活。一个真实有上帝公义更新的生命。诗篇49篇第1节到12节，万民啊拢着听，世上拢总的子民啊着暗耳空听。无论卑贱尊贵，好业善切，拢着听。我的嘴要讲智慧的话，我的心要想明理的事。我要暗耳空听譬喻，弹琴解说奥秘。歹人用诡诈包围我，伫患难的日，我嘛毋惊。因倚靠财富，夸口好业，因无一个有法度赎回家己，嘛袂当用钱对上帝赎回性命，因为赎回性命的价钱伤贵，永远付袂起。人袂当久长活地，免受毁灭。有人看到智慧的人死，愚戆无知的人嘛拢灭无。钱财拢留互别人，因想讲因的厝会永远留地，因徛起的所在会散到万代，所以用家己的名号、家己的地。毋过人袂当久长享受富贵，会亲像精生死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愿意真心来领受上主的教导，上帝的特质有公义、甲慈爱、全新的生命。互阮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荣耀上帝的圣名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